11.4，咁要證明兩個三角形是否相似，第二個方法叫三邊成比例呢。咁如果你發覺呢，佢左手 over 左手，右手 over 右手，咁而腳 over 腳呢，都係同一個比例嘅話呢，咁我哋話佢三邊成比例噶啦。咁圖中上面嘅分子 AB、BC 同埋 CA 呢，就來自呢個 triangle ABC 嘅，咁而下邊嘅分母三條線呢，就來自另一個三角形嘅。咁用翻呢個做比喻啦，咁佢哋係咪相似呢？係咪合比例呢？咁我哋睇翻呢，佢如果個頭 over 翻個頭，手 over 翻個手，咁而腳 over 翻個腳嘅話呢，如果個比例係相同嘅話呢，咁你話佢相似噶啦。咁當然啦，分子分母我哋可以全部調轉啦。咁而相反地，第二個呢，頭 over 頭啦，手 over 翻隻手呢，咁你發覺係唔成比例嘅，咁所以佢唔係相似啦。例17，咁圖中兩個三角形呢，佢是否相似呢？咁於是呢，我睇翻啲邊線呢，就分開長、中同埋短啦。咁另一個三角形都可以分到長、中、短啦。咁咪先將第一個由細到大排列啦，6、9同埋12做晒分子。咁而另一個三角形呢，亦都係由細到大咧做晒分母。咁你發覺全部都係3嘅，咁即係話呢，佢係三邊成比例啦。咁再寫翻啲 L、M、M、N， 寫翻啲英文字母啦。咁 therefore 呢 triangle LMN 呢就係 similar to triangle PQR 啦，三邊成比例，大家都係3。咁第一個我哋跟字母排啦 LMN 啦，咁而第二個呢，我就會跟翻 L 呢就對 P 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喺短同埋長嘅中間，咁短同埋長中間就係 P 嚟噶啦。18，咁有兩個三角形係相似嘅，邊兩個呢？咁啊，左邊一個啦，再加右邊一個啦，亦都可以分到長、中、短嘅。咁第一個三角形呢，我哋將數字由細到大排列呢，6、7.5同埋9啦，做晒分子。咁而另一個呢，由細到大排列呢，做晒分母。咁結果出嚟呢，都係 1.5嘅，咁即係佢三邊成比例啦。咁再填翻啲 ABC 呢。好啦，咁 therefore 呢，左邊嘅 triangle ABC 呢，就係 similar to triangle ACD 啦，三邊成比例。咁點樣對法呢？咁 A 呢 A 就喺長同埋短嘅中間，咁所以長同埋短中間呢，亦都係 A 嚟嘅。咁至於 B 呢，就喺長同埋中嘅中間呢，咁所以長中嘅中間呢，就係 C，咁所以 B 就對 C 啦。